所以民情希望能夠代表大家進入立法會裏邊，為大家爭取進一步嘅民主，爭取呢個民生嘅福利去改善。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我哋睇一見現時嘅政府嘅房屋政策非常之唔合理。喺過去公屋有所謂出售計劃嘅，後嚟就停止咗，令到好多擁有公屋嘅朋友咧，而家唔可以將公屋咧變為自己嘅屋企，只能夠仍然係每個月交租。我哋覺得呢個非常之唔合理嘅。我哋希望爭取能夠將恢復公屋出售計劃。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當初政府將個公屋出售計劃撤銷嘅時候，我哋喺過去嗰班立法會議員並冇喺立法會為大家爭取呢個權益，令到大家受惠，仍要交租。我哋覺得呢個非常之唔合理嘅，所以民情希望能夠為大家在立法會裏邊爭取個房屋政策，爭取恢復公屋出售計劃，令到居者有其屋，大家唔使再喺度交租，因為公屋如果你仍然交租最終都係要交租，都係屬於政府嘅。但係如果能夠你買翻個居所嘅話咧，就係你自己嘅。我哋覺得係俾一個長期交租係恰當嘅，係合理嘅。民情希望能夠在立法會裏邊為大家爭取公屋恢復出售計劃，同時民情亦都會爭取係加快興建居屋，恢復居屋嘅出售，令到大家能夠居者有其屋。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過去政府係有個居屋，但後嚟取消嘅時候，我哋班立法會議員並冇立法會為大家爭取個權益，我哋覺得非常之唔合理嘅。所以民情希望能夠得到大家嘅支持，進入立法會裏邊，為大家爭取呢個恢復呢個居屋出售嘅計劃，更加快興建居屋，能夠滿足大家對房屋嘅需求。